想干什么？我们教了他1万多年，也没有见他有什么长进。看来白绝真神还挺有本事的。我家神尊嘴上不说，可是万年孤寂，如今难得有小殿下陪着，教导也十分上心。唉，可惜了，小殿下这几日不在，我家神尊脸上又没有笑容了。我的秋千这么多灰，这个死白冰块，等我要回我的混沌本源，就跟你一刀两断。大作入定了，天助我也！书上说，真神入定，魂游太虚，一时半会儿醒不来的。不如趁此机会拿回我的混沌本源，神不知鬼不觉，免得又和这冰块纠缠。这可如何是好？我连抽取混沌本源的神力都没有，莫非……反正此处四下无人，应该也不会有人知道。想干什么？你不是入定了吗？只是小气。按理说，你一回到神界就应该把本源还给我，你不还我，你还非得逼着我上门来讨，你是不是故意想给我难堪啊？本尊绝无此意。咱俩一刀两断。上国，这干什么呢？这大热天的，也不怕给你这失了神力之人捂出痱子来？你起来，起来，你看看这什么东西，保准你看了生龙活虎的。这是我向红日讨来的。月明，往后你们要再来朝圣殿找我了，我没脸再出这个朝圣殿了。啊，再会。